咗變鹹魚係咪？個聲話你又唔冚家，你究竟第時想做啲咩？你個想點過住啦？我老母自己坐喺度咁開心你咩態度啊你？我真係好後悔之前咁嘥時間啊！經過今次，我明白到如果做嘢淨係得3分鐘熱度，係唔會成功啊！我都好想可以好似佢哋咁，可以行，可以跑，唔係就咁突下突下，努力做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同成班朋友開開心心咁玩。如果我可以變返做人，我一定會好好咁讀書，寫啲好嘅劇本，唔會再俾人睇死。我要對得住自己，過好每一日。我唔想成世做鹹魚啊！我要變返做人啊！你別再說要坐低，坐會坐足一世。伸出雙手放任地跳，掟開一切。搖擺的別同自興奮劑。好可怕嘅鹹魚。身體必須用力搖，有了節拍勝於一切。搖擺的你不要擔仔。用左手攞。上台應該似電動，與爆炸節拍炸開一切。如不想似跛腳的鴨仔。